人比较多的时候，如果抽号码牌可能会等比较久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吧？就可以疏散一些人流这样子。我们地震局这种一个先进的做法，我们非常的肯定，而且非常的支持。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来我们的各地震事务所来取得说他的要的资料，那对我们的交易纠纷会大大的降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地震局多年来持续推动智慧化服务，像是线上申办进度查询、地价查询、实价登录申报结果查询等等，便利的线上服务都获得市民好评。近日，台南市11个地震事务所全面启用誊本贩卖机，大大节省人工作业申请的时间，而且扩大服务内容，还可以补发税单。希望市民都能感受到全新优质的洽公体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地震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政府地震局这一次推行智慧地震誊本贩卖机加盟税务的服务，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民众在买卖房地产、买卖土地之前，都需要先申请土地誊本。那么从108年我们土地誊本的核发量56万张，109年呢又成长到88万张，所以在短短的1年之内誊本的核发量就成长了32万张。那这个民众的需求很大，那么民众如果亲自到我们地震事务所的柜台来申请的话，大概要等7到8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如果透过我们这个誊本贩卖机，大概只需要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很轻松的操作，那领到誊本。这个对民众来讲可以说是节省时间，而且又相当的方便。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呢，我们跟财政税务局税务加盟的服务，让民众呢可以在我们这一台誊本贩卖机上面，也可以补印这个房屋税的税单、牌照税的税单、地价税的税单。所以对于民众来讲，2个局的加盟服务会让民众的服务更加的方便哦。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一个欢迎收看8月2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抱着民众的欢迎甲期待，议员游泳伫上午伫总质询再次争取65岁以上长辈免缴健保费议案。议员认为唔通互市民怨叹6都只有咱爱缴。会中市长马明卡表示，所需要经费高达23亿，有排付的必要，嘛一定爱多方面研究讨论。议员游泳伫上午总质询表示，因为疫情冲击，真侪百姓生活歹过，第一时间受困境佮无法度救济，所以再次向市长提议65岁以上长辈免缴健保费。议员以目前6都来强调，确实只有台南是唯一爱缴费。会中以扛棒向市长真情地远的心声，要求克服困难，毋望今年就来变得预算。我希望呢。这65岁以上呢，这个都爱写5万8千几个是政府纳的，但是咱每一个呢，真台南市呢有23万几的这个65岁的老大人，但是咱若总要纳钱呢，爱开这道钱呢，爱缴23亿啦吼，23亿对着咱市政府。差不多将近要咱30，拄就任市长的时阵是27万人吼下资格。就是65岁以上，即卖是变咗31万人。去34万呢。我用这种呢来送给市长啦，希望来并且市长会当来今年度来评预算，咱来或者免65岁以上呢，免纳这个健保费啦为了有效资源好好运用并发挥上大效能，市府现阶段也是优先照顾弱势，包括低收入户的老人健保费、专业补助等等。不过因为其他5都只有排付，所以市长表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只要财政稳准，一定会让老人有感。65岁以上希望讲会当免交健保费，这是台南是6都唯一爱搁缴的。虽然要因为安尼，我就了解讲其他5都
因五岛拢有一寡画，一寡啥物5拍啦，啥物12拍啦，啥物20拍啦，拢有一寡排副啦。所以我就想讲，准啊研究这部分研究了有彻底结果有出来，我一定甲这个游园报告，因为你答辩质询答辩质询拢关心这个议题。这我都有咧讲。因为作者百姓这嘛是一个民意啦。虽然他们讲起来，这必要性是如何，但这会当讨论，但是现主是百姓爱。只要人讲有一句话讲，叫做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只要百姓爱的物件，咱来伊来思考尽量伫咱财政会使情形下来尽量来化解。会中议员嘛进一步关心警力无够、倒球选手训练的环境以及闸门区路边进度，一并要求市府检讨。今日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但市政府的公务人员竟然上班时间伫办公室拍麻将，议员林彦洲上午伫议会质询，就直接点名肉品市场，批评市场的管理乱糟糟。对此，担任董事长的市长回应，一定会严查严办。议员林彦洲一开始总质询，对于疫苗混乱来向市长请兵，包括防疫津贴如何分配，已经出现争议。甚至引起基层医护人员的不满，会长嘛进一步反映民众讲疫苗预约登记未到，以及爱增加注疫苗的诊所，方便民众伫社区得当就近注射。请卫生局不要再让民众在户外排队，这第一。还有民众抱怨疫苗预约不到，那再来就是说，台南市我调查过有1000多家的诊所，那市长，我们配合的只有200多家跟我们配合在施打疫苗。我想，你身为市长，而且你是公卫的，你应该是不是要整合一下，然后呢，拜托他们也来参与。对，因为疫情局势严峻，疫苗不足的困境才被凸显出来，所以疫苗到底有超前部署备受质疑。议员林彦洲就要求市长等以及主管甲中央拍分数，结果市长黄伟霆拍85分，这官员各有90分的支持。市长，我没看到你打几分啊？85。85。我来前面看。因为我们要看到市长打85分你拢讲好的你市长，你的团队真的向心力很高你后边这个经发局多了你1分呐你袂使超越市长。没有。然后水利局你打几分啊？90你个超越市长对来关心疫苗问题，议员嘛争取永康区成功里立体停车场议案，以及肉品市场竟然传出上班时间有员工拍麻将，要求身为董事长的市长来检讨。今日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一般人对原住民乐高运动、高唱歌等影响，尤其这回东京奥运，真侪原住民选手更是发光发热。不过，议员古木哈少就总质询的机会，都要认为社会存在这款刻板印象，其实都是大环境所出现。更要紧的是，政府平时爱全力栽培，并关心优秀选手的生活甲出路。议员古木哈少以山地原住民的身份进入议会监督，针对这摆东京奥运有19趴的原住民选手发光发热，嘛，互伊相当感慨。除了希望社会了解原住民不是先天得到运动的刻板印象，是需要不断栽培训练，嘛是透过体育和世界看见台湾上好的宣传。所以进一步要求市府全力栽培台南在地优秀选手。同时兼顾生活照顾，加30岁以后的就业保障。体育人才培训，我们该怎么去做？甚至是我们在地方政府，我们该怎么去重视这些优秀人才的培育？当然，冬奥我们就更加的重视这个体育人才的培训。但是我期望的是说，不要因为一股热，我们今天看到冬奥。哎呀，好多那个优秀的选手，今年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啊！然后呢，又看到这个当中又有很多原住民的选手，我们又更加的骄傲了。但是不要因为
冬奥这一阵子火热，时间过了之后，大家又淡忘了，继续培育更多优秀的举重选手、柔道选手、跆拳道选手，还有什么铁饼选手。你讲的对，国务议员，其实，我们要把选手留下来就要花资源了。所以市长，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几项台南市比较强项、有机会、有未来、过去一项也表现很好的项目，能够发扬光大。那重点培训重点的选手。栽培在地优秀的体育人才，真正是奥运这段期间头啊烧烧，尾啊扣零零。尤其原住民的家境一般拢较困难，若要栽培需要加倍投入。议员表示，虽然无一定每一位拢会当徛上奥运的舞台，不过希望政府甲民间合作，用长远的眼光，愿意投资。台南新闻管及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主播夏令营来喽！即日起至8月4日开放报名，活动全程免费，欢迎涉及台南市高中以下的同学踊跃参加，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详情请洽双子星及三冠王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远东科技大学近年来所成立的无人机修复系，其中也开设创新的无人无人机课程，吸引真侪高中职学生的注意。学校地希望会当借此提高学生多元的兴趣，加一项就业的选择。相信一般人听到无人机修复系，就是训练学生到民航公司从事后勤维修。不过，远东科技大学成立这系，其中也看准无人无人机的多元价值，所以暑假期间特别开办线顶体验，透过手机的 App 地当来控制，相当特别。希望鼓励学生有多元的出路甲竞争力。我们会有一些无人机的课程，除了教同学怎么去操控无人机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当今天无人机有故障了，包括它的整个主机板啊、飞控啊，或者是它的结构有损伤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去做维修。然后平常我们也教同学怎么去保养维护我们的无人机，因为当你的保养维护做得好的时候，那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那无人机出状况的机会就会比较小。这是我们的整个无人机课程的一个训练的目的。课程当中，嘛邀请大学1年级特别公司聘用的学长杨胜宏来分享，并且示范各种高难度的飞行，以家己对高中一路行来经验来鼓励学弟妹。我们知道遥控飞机是一项昂贵的兴趣，那因为它很昂贵，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功课，利用我们在飞修课所学。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放到遥控飞机上，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如果我全部都自己做，买零件回来组装的话，它花费不会那么高。然后我就开始组装遥控飞机，然后开始飞，开始学。伫课程的体验活动嘛，难得有女性的新生加入，看准该系有真大的发展。就当初设想是觉得这个蛮有发展性的，然后在听完学长的生涯规划之后，觉得，这个跟我当初预想的差不多。希望未来可以跟像学长一样厉害。学生虽然有高度兴趣，不过如何将兴趣转化成就业，带动产业的发展，拢值得期待。台南新闻管及采访报道。除了 COVID-19 疫情，来关心其他医疗资讯。根据统计，淋巴癌发病年龄已经渐渐年轻化，嘛进入国人十大死亡行列。不过，生态病院表示，就算患者被诊断是淋巴癌第4期，嘛无代表是生命危机。真侪人伫治疗以后，共款好起来，所以一定要积极来面对。淋巴是身体的重要防御机制，
淋巴系统若是遭到破坏，也会危害到人体各项免疫功能。其中，淋巴癌会当分为好发性以及侵蚀性两种。伫美国，该疾病好发伫咧45岁以上的成年人，也因为现在个人饮食习惯愈来愈西洋化，淋巴癌竟位居个人10大死因第9名，听起来真可怕。不过，医生提醒，只要不是侵蚀性的淋巴癌，经过观察治疗，有正高的治疗率。滤泡型淋巴癌它是属于和缓性淋巴癌，那叫和缓性就是代表它病程进展慢，对。如果叫那个高恶性度淋巴癌的话，那个就是代表说它已经变成侵袭性淋巴癌，那一种就是相对是高恶性度，它临床进程速度快，也就是说，我们的非核结晶式淋巴癌有进程快跟慢。那如果医生告诉你得到的是属于病程进展慢，那就是告诉你得到的淋巴癌是属于比较和缓性的淋巴癌。那和缓性淋巴癌当中呢，最常见的淋巴癌就是滤泡型淋巴癌。对，所以基本上病人如果假设无意间摸到他的淋巴结肿大，然后去就医的时候，医生告诉你说你只需要追踪，就请勿惊慌，因为基本上这个疾病呢，你早治疗跟晚治疗，基本上没有任何存活上面的差异。但医师另外指出，第4期滤泡性淋巴癌不是就代表癌末，病人有缘会当接受观察，也则是治疗后好势。不过，滤泡型淋巴癌需要是治疗时机，医生为病人做整体评估，决定拟定。当出现有高肿瘤复合、分割3，也则是转型型高侵蚀性淋巴癌时，就必须要积极安排医疗处置，进行相关的治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市有一位37岁男子受伤接受手术，却伫规身躯麻醉以后出现过敏性的休克。好佳在透过心血管监视器第一时间处理，才恢复正常。所以基比下中心特别制作宣导影片，呼吁民众要重视麻醉安全。为了将手术过程因为全身麻醉发生无法度预期的低血压，提早诊断出1-2万分之一过敏性休克机会，基比下中心除了合成影片来宣导这款少见却是相当紧急的并发症。其中，临床患者嘛感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的急救治疗，无因此造成后遗症。其中一台已经演进到第2代心血管监视仪，就扮演重要角色。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术中发生一些预期之外的低血压，我们可以赶快把原因找出来。因为全身麻醉之下，如果发生低血压的话，原因其实过敏性休克不是最常看到的。我们一开始会先去排除是不是有一些出血，甚至是隐藏性的出血，也就是在手术范围里面看不到的。那病人之前的疾病，他所用的药物，其实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些情形。这些情形的话，再加上病人他在手术前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吃东西、喝水，所以他在进开刀房的时候，有可能他是处于一个相对缺水的情况。那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身为麻醉医师都必须要把它的原因找出来加以处理。那在鉴别它的原因的时候，这台机器它可以帮助我们加以找出更准确的原因，我们可以做更细致的治疗。使用伫重大手术，或是可能发生大出血手术的心血管监视仪，接着分析动脉血压波形，会当帮助麻醉科医生了解藏伫血压背后的资讯，帮助正确判断。当然，医生嘛提醒患者，曾经有药物过敏的经验，一定要伫手术进前甲麻醉科医生详细沟通，共同守护麻醉安全。台南新闻军志林光采访报道。开价将近30档的关庙面工厂，都按照传统的古法来制作，嘛因为考虑到关庙面爱曝日，所以特别打造一间低温干燥房来曝日，嘛互无论好歹天，产量拢真稳定，有真侪版面的厂商上门找因合作。台南关庙面不但口感特别 Q 弹，而且佫耐煮，
伫国内外拢十分有销量。而关庙面特别 Q 弹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面体受到日晒的原因所造成。有着将近30档制面经验的长安制面厂，因所出产的关庙面，因为品质稳定，而且特别采用传统日晒以及低温打扫，会当不分好天雨天，都当持续生产。因为我们已经将近30年的经验了，所以说我们因应下雨天的状况，我们特别设计这一种类似干燥式的一个室内工作室哦。那主要是低温把它烘干哦，那这样子就不受到外面下雨的影响。这样口感会不会有点差别？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的是比较属于低温烘干哦，不像一般有的是高温烘干。低温烘干那个面粉会比较慢熟。经过传统日晒以及低温打扫2道制面工法，所制作出来关庙面口感更加好吃。所以就连知名拌面业者阿中拌面等真侪拌面的品牌，也特别上门洽谈客座合约。敢若是1个月就有60-70笼的产能，互制面厂的员工骹手停袂落来，也互陈兴隆的面厂一直拢生意兴隆。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54分，有时乌阴转雨，其他是雷雨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8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